来讲，咱台湾偏乌赤米海蟹有一种外来种，叫做极冠海青。这种海青会食酸蚵，也最近熊生到有够济的。这种海青遮尔高碳，恐惊会影响生态。即马海保署呢，就甲当地的产水业者合作，要甲这外来海青甲刷走。工作人员将支管海参压入去袋仔内底，有学者甲海洋志工发现，偏乌赤米海域专门食酸蚵的外来种支管海参，近期数量增加真济，平均体重无到20公分，大约2岁左右。海保署接到通报，10月开始人工移除。只要有人有通报这个籍贯海星的问题，基本上我们就是启动开始做调查。所以七美的这个当时我们收到通报之后，其实在调查的时候知道它已经的密度有到一个接近警戒值，所以我们就启动一个专案开始做籍贯海星的清除。籍贯海参表面刺真济，有真紧度数，平均体重25到35公分，但上大会使到大约1公尺。因为因专门食酸蚵，搁真高食，恐惊危害酸蚵生态。而且籍贯海参毋是第一摆出现伫偏乌海域，2019年6月，研究团队就伫西吉岛海域监测到数量异常增加。60年从澳洲大堡礁大爆发以后，随着洋流全世界就开始到处都发生大爆发。大爆发的条件是它的珊瑚要非常的健康，覆盖率通常大于50%，一年至少3亿颗嘞，繁殖力很大。籍贯海参吸伫酸蚵顶悬吸条条，毋那偏乌。东沙环大国家公园周边海域的籍贯海参，今年同款脱了真严重，学者呼吁政府赶紧应应。除了会使用臭酸移除，人工移除嘛会使比照青图定，建立奖金制度，鼓励产水源移除，控制大爆发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柯正俊偏乌报道。